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1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创世纪49章第1节到第2节，第8节到13节，21节到26节，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7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预言。雅各在临终之前召聚他的众子来，跟他们说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话语如果是好的，我们就说它是祝福；如果是不好的，我们可以说是咒诅。如果是有好有坏，预告了将来的景况，我们说这是预言。不仅是犹太教、基督教的经典里面提到的预言，其实各种的宗教都在追求预言，就连道教的相命啊、看时看日啊，甚至黄历啊，其实都是在试图要来预告将来的日子、运气或是生命。许多人呢深信不疑，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人呢，他不可能洞悉未来，除非有一个更高的神或是上帝来启示他。所以民间宗教就用抽签啊、看香灰啊、卜卦或是看星象啊，想要来解决人们对未来未知的一个恐惧。但是真的可以吗？雅各对他的儿子们提到了将来的生命，这当中一个比较重要、非常重要的预言，就是关于约瑟。他是依靠全能的上帝而得到赐福的人。创世纪第49章第1节到第2节，第8节到13节，21节到26节，经文这样说道：雅各召集他的儿子们，对他们说：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们将来要遇到的事情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啊，你要一起来，要留心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犹大，你的兄弟们要称赞你，你要掐住敌人的脖子，你的兄弟们要在你的面前下拜。犹大像少壮的狮子，扑取猎物，回到洞穴。他伸直身子躺卧，谁都不敢惊动他。犹大将始终掌握王权，他的后代要长久统治，万国要向他进贡，万民要向他跪拜。他把小驴拴在葡萄树，拴在最好的葡萄树上。他因为他的葡萄酒多到可以洗衣服，葡萄汁多到可以洗长袍。他因饮酒而双眼发红，他因喝奶而牙齿洁白。希伯伦要住在海边，他将要成为船只停泊的港口。他的领土延伸到西顿。拿弗利是奔放的母鹿，他生下可爱的小鹿。约瑟像泉水旁的野驴，像山冈上的小野马。敌人猛烈攻击他，以弓以箭来追赶他，但是倚靠雅各大能的上帝，他的弓仍然坚硬；倚靠牧人以色列的保护者，他的手臂仍然有力。是你的父亲的上帝帮助你，全能者上帝赐福给你，他赐给你天上的甘霖，地下的泉水，牛马成群，子孙众多。他使你五谷丰收，鲜花敞开，有亘古的山冈，永在的峻岭。愿这一切福泽降在约瑟头上，
降在兄弟当中最卓越的那一位身上。施洗约翰的父亲祭司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说了预言。这个预言提到的上帝要在大卫的家里兴起一位大有力的拯救者。这个预言其实早就在古早时期，上帝透过众先知的口里的预言已经提到的了。这一位称为弥赛亚的救赎主将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攻击以及管辖，因为上帝记得他自己所立的约。路加福音第1章67节到79节，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就传达上帝的信息说，我们歌颂主以色列的上帝，他眷顾他的子民，释放了他们。他从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全能的救主。古时候他借着圣先知们所说的，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摆脱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的权势。他要向我们的祖宗大施仁慈，并记住他神圣的约。他应许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誓要拯救我们摆脱仇敌，使我们一生一世坦然无惧的在他的面前，以圣洁和正直来侍奉他。我的孩子啊，你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先知，你要做主的前驱，为他预备道路，要告诉他的子民，由于他们的罪蒙赦免，他们将获得拯救。我们的上帝慈悲柔和，他使救恩的曙光照耀我们，又从高天光照一切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引导我们走上和平的道路。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呼求，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说，到我这里来。上主啊，我正要寻找你，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求你不要发怒，赶走你的仆人。你一直是我的帮助，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不要离弃我。就是我的父母离弃我，上主也要看顾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仇敌在窥视我，求你引导我走平坦的路。他们用谎言攻击我，恐吓我，求你别让我落在他们手中。我相信在有生之日，我会见到上主的美善。要信靠上主，要坚强壮胆，要信靠上主。这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救恩的应许，透过世世代代的先知以预言来启示我们，叫我们一切相信的人能够得到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